真的很傻，我只是觉得我父亲走了，我就是要完成我父亲的心愿。父亲想成立纸博物馆，陈瑞慧一路走来，就像手工造纸的过程，每一步都是考验。纸浆焯纸，缓缓让纸纤维交织，加压、脱水、再烘，慢慢才有了纸的样貌。懂得欣赏手工纸的人越来越少，纸博物馆营运始终入不敷出。我也曾经开过美术教室，因为我觉得博物馆靠博物馆不行，我们开美术教室，结果一个美术教室就亏了我300多万。现实的磨难并没有磨去陈瑞慧想传承纸艺文化的初衷，提供艺术家创作发表的空间。薄如蝉翼的宣纸上，若有似无的心情记事。像蝴蝶的纸片，是一个阿嬷分享打点滴看到胶带时的想象，疼痛转化多么豁达。陈瑞慧说，一张稀松平常的纸，也许就是一段人生故事，触动了她，也成了支撑动力。我很喜欢提的一个故事是，女儿拿到父亲给她的一张纸，叫“你帮我买中午的便当好吗？”结果，当她就过不久，她父亲走了。当她要去找回她父亲留给她东西的时候，竟然只剩下那一张纸。我觉得纸张里头有没有办法带给人更生命背后的东西？不是只有看到纸张那么漂亮、那么美。至于生存的现实，就另辟蹊径吧。陈瑞慧招募了年轻创意团队，做纸的设计和装置艺术。预告将有大型作品进驻2厅院。奶锅金枝 solo 啊，我会一直做下去。好，不用结尾，加油！陈瑞慧格外珍惜，因为纸开启了缘分。纸的创作和精彩，不只在生活或艺术层面，还有抒发或疗愈的美。奶锅已经吃做落去，卡不用结尾。奶锅已经吃做落去，卡不用结尾。